好。羊肉在这。对啊，这边，这个要转。一起上。那现在我们的鼓手来到这边做鼓手，那我们的贝斯手跑到后面做鼓手，兑换一下。下半场想要给各位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我相信除了在地人以外，在台下有非常多，在这边我要非常感谢你们愿意不辞辛劳来到这边。我知道你们都从外县市过来，真的很感谢你们。那蓝星乐团真的很感谢你们，谢谢，请你们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然后，其实我不太喜欢讲严肃的话的，不过这首歌又要让我发挥一下，请忍耐。我想让大家听一下，我们就是这个乐团的初衷，就是想要把祖先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怎么样结合现代的元素，可是又让它不失去它原本的味道。有一首歌在花莲有一个乐团，也是我们的玩音乐的长辈三声长辈他们叫做槟榔兄弟。那他们有把一首歌曲，它原本是只有阿美词啦，就是阿美族的语词这样，可是最后它中间有放一些国语的翻译。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用在今夜，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不管如何，大家一定会来，不管在何方啦，既然要出来庆祝，可能免不了会碰上一些精神性饮料这样子。然后这首歌他们翻译成朋友饮酒歌，那在我的感觉里面也是啦，因为很多时候在部落里面，我台东的朋友们不要生气，因为我们偶尔也唱一首来自外地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平常很少接触到的一些歌曲，这种歌曲真的只有在部落里面会传唱着，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计较，也没有任何得失，这样子，就是纯粹就是看到朋友，就是因为那个东西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去唱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希望大家听了以后会有那种感觉，这样。然后如果唱得不好，请你们海涵，海涵这样。海涵。有讲到公文用语。那为大家带来这首饮酒歌。
太厉害了，我们的 solo 手，突然讲 solo， 他就会 solo， 根本就是机器嘛。喝酒是快乐的事情，它是一个媒介，也是一个催情术，希望大家好好的正确使用它。朋友们，大家来喝酒，一定要喝老米酒。朋友啊，喝酒醉不要乱讲话，唱歌也可以，跳舞也可以，朋友啊。最重要呀！喝酒的时候不要太长，一缸缸爬到膝盖，有米酒cùng ai ai，一缸马拉桑哈卡扎阿里拉。라디오합니다 그로합니다 이랑아 나로한 오인 호이안 히야오 하이오인 오야感谢大家动物般的叫声。待会到后台领200，越币越嗨。哎，说真的，你怎么还在这边？没有了。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你帮我看一下鹰眼。哎呦，哎呦，怎么？好。这首歌在2009年吧，2009年我拿这首歌去报名行政院新闻局原住民族语创作大赛，不小心被捡到了，拿到了佳作。这样会拿到佳作的原因，后来那个评审之一有告诉我说，我就不讲评审的名字，是我很敬重的一个人。他说，因为我唱歌唱到哭了。因为我很感动，因为唱这首歌唱到哭这样。可是他有跟我讲一句话，毕竟是比赛，还是得这样。他说如果没有哭的话，一定是最前面这样。我说没关系啦，反正有就好了这样。这首歌是献给我的妈妈，她在后面，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完这首歌给我妈妈听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哎妈，我给你听，我讲族语了。听完她就流眼泪，这样，我也跟着哭。然后我二姐就进来，怎么样了你们？她也跟着哭。然后二哥，吃饭了，哭，太完美了，这个哭
最后只剩下我子女在吃饭，边吃饭边看电视，太完美了那一次的经验这样子。我讲的是真的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就这首歌是我在台东这边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其实也那时候本来是想说出去随便找一份工作就好啦这样子，可是后来哥哥的鼓励，姐姐的鼓励，因为我自己也还有梦，想当一个小老师这样，然后就去补习，就去台北，在台北那一年离开家乡，第一次这么 UK 的我离开家乡，实在是比 UK 还要 UK 啊那个，然后就想到妈妈这样。这首歌大部分它是母语，我先翻译一下，就是说，妈妈，你一个人在家里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每次看到天上的星星，就好像你的眼睛这样。那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绝对不是国语的美丽的美，不是那一首，另外一种，在母语里面它就叫乌马达努伊纳库，马达就是眼睛，伊娜就是妈妈这样。那我要唱这首歌之前，我想邀请一位，一个妹妹，我在好几年前就有认识，老麦你应该也知道，就她有拿我这首歌，然后我记得她那时候还没有 FB， 只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呢？噔噔噔噔噔噔，哎呦哎，太强了吧你们！对了 ，You got it MSN，OK， 对吗？浩伟，哎，拨一下你的刘海嘛，哎，浩伟你还欠我200哦，哎，浩伟开玩笑的，交车哦。哎，我跟你讲，浩伟已经消失2个月了呢，哎呦，去买新的皮衣了，重点不是在你这边，反正就是，他拿我这首歌，他说哥，因为我年纪比他大嘛，部落里面都是这样称的，哥，我有报名你。我有拿你的歌去报名，我忘记当时的那种，反正就是说他要拿我的歌去比赛这样，然后他就要跟我拿歌词，然后就给他嘛，我就传给他的，我就有问他说我的歌为什么你会想要选这首歌？他说很好听，我说那么多歌比我的歌还好听，为什么要拿这首？我说他也想到他妈妈这样，对吗？哦，梦里，对啊，然后这首歌就是让他想到大家的妈妈。所以这首歌最终的目的是献给所有人的母亲，不管有没有，不管你是单亲家庭、双亲家庭、隔代教养都一样，只要对你有恩的那个人就是你的母亲，大地也是你的母亲。这首歌《妈妈的眼睛》，我想邀请屏东县的梦里小姐上台一下，我们给她掌声鼓励一下哦。他大概有喝了2桶的汽油，让自己的喉咙润滑一下，这样，哎，请把自己的麦克风调到140的高度，介绍一下了梦里，这样，弟弟。大家好，好，然后我是来自屏东县春日乡春日村的人，我是排湾族，然后我也是那个。就是我，因为我在推销春日乡，我是春日乡的第1届山芋姑娘的冠军。虽然我长针眼啊，你下台的时候我没有长针眼会很漂亮，哎，开玩笑的啦。但是你的鼻音很重，扣分。漂亮。好啦，这样，你要站前面还是我站前面，还是你唱后面，还是我唱后面？我怕我会忘记，还是跟你一起唱？好，一起唱。好。可以了哈，接受吗？他很不简单，他是一个排湾族，他不懂阿妈妹族的话，但是他一直听哦，听到会唱呢，很厉害，不简单啊！我很感谢他。哎，我有夸你，等下送我1杯啊！为大家带来妈妈的眼睛，谢谢。
当绕，古雅夫伊斯哈杜马达诺伊纳。好的。看一下母亲嘛，或者是打个电话也好 ，MSN 也可以 ，FB 也可以，因为你知道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就是家人。还有特别来宾。或许是母亲，或许是父亲，或是哥哥姐姐，隔壁的阿伯，隔壁老王都可以。有空真的，明年就是世界末日，在末日之前，好好爱他一回。
我们谢谢梦玲好不好？谢谢。哎，哎呀，这首歌，我的口塞45度的眼角差点落泪。啊，妈，不要再哭了啦，你已经哭6次了。好了，祝一下各位好不好？祝一下各位。没有饮料，你们伸出拳头嘛，假装有嘛。哎，有没有幽默感呢？你们到底这些人，屁股都已经长，哎，好了。我想问一下哈，来自台北的请举手。哇塞，我的天哪，4万名！好，谢谢你们朋友请放下，谢谢。那高雄呢？哎呦，天哪！同一批人。同一批人呢？哎，哦，好下口哦。新竹有没有？哇！啊，来，叔叔阿姨。哎，刚刚叔叔已经这样举手了。哎。好，台中，哎呦，你们怎么会来这边？赶快回家。没有啦，开玩笑。桃园呢，有没有？哎呦，我的天哪 ，Rock 优。哎，南投。漂亮啊，就是你了，上来唱歌吧。没有了。哎，还有那个几个地名，我地理不是很好了。苗栗有没有苗栗？不要乱挥指挥棒了。阿姐哦，小文姐。哎，这边呢真的有呢，哎，我们给苗栗的朋友拍手好不好？哦，还有台南的乡亲嘛，哎呦，真正拢菜拢死，哎，龙年了，哎，换你问了，有没有别的？我地理不太好，有没有澎湖？啊，谢谢，金门、马祖，哎，绿岛，哎，真的，兰屿，哎，有呢，哎，哇，给兰屿的朋友拍手一下，哇，兰屿的阿哥盖。哎呦喂，这是他们的问候语这样。还有哪里的？台东有没有？台东。啊，台东，哎，只有6个人呢，哎，而且还是亲戚，哎，好了，等一下嘛。还有哪里呢？基隆有没有？给人哎。哎呦。高雄。用过了。屏东。漂亮啊。云林啦。云林有没有？啊，云林有办晚会了，今天，哎，对，花莲，彰化，哎呦，真的有彰化的哦，哎，你们认识吗？斜角，彰化，你们可以先聊天吗？厕所在那里？哎，没有，开玩笑的，彰化霸王很好吃。好了，不要再问了啦，再问下去也是拖时间。好香哦！好香！我肚子饿了。我真的又爱又恨这个烟。哦，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好想你。按照电脑的程序。哦，好想你哦。哎。老外解释一下。哦，下一首这首歌呢，其实不完全是我自己做的。就以前其实我姐姐。原本他今天要来，可是他没有空这样。熊班呐，然后这首歌的灵感在于他啦。对。哎呦，我的天哪！对，然后应该是以前偷偷喜欢别人吧。今天爸爸妈妈在这，我要爆他的料。你不觉得我今天穿特别帅吗？哎，绝对不是我。没有了，反正我就是帮忙，那时候我就是帮他弹吉他这样，然后。也没有什么给他一些建议，这样就只是一个，就是大家听听看啦。歌名叫做《好想你》，对。切嘞！少华他说，因为我刚一直故意背后讲说少华都没有讲话，他就突然讲切嘞。好了，也算突破了，待会他有最后的压轴。给我哥拍手嘛！哦，谢谢。Oh my god！是。
的观众都是冲着老外来的。我先下台了。在这安静的夜里，星星毫不起，我哭红了眼睛，紧紧把泪拭去。好的，谢谢。好听吗？难听吗？好听。哎，那个很高调呢，能秀一下你的那个高科技，快点。哎，秀一下，秀一下。Usa, tinggi tayang. 哎，到底会不会使用？哎，我一定要讲他妈，不是，我突然讲脏话。不是，我一定要讲脏话，不是，我一定要讲。不是，大家有没有看过《赛德克巴莱》？你们知道今天有其中一个演员来到现场吗？我讲你们一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要准备进攻日本人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突然在流眼泪那个？然后他们在独木桥的时候，这个要怎么过去？结果突然有一个年轻人不是出来，就让我这个鬼魂般的灵魂带路吧。那个有没有？同一个人哦，他在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刘仲厚。上来，仲厚上来，快点！秀一下你的 T 恤了，秀一下了。因为他从拍完电影后就一直穿那个 T 恤哦，很嚣张哦，没有洗。哎，你再讲一次，快来！哎，那时候的台词。好了，不要录你现那个，走开了，很土呢，不要部落了，快点了，上来了。你讲一下嘛，那个台词。一定要请他讲一下那个台词，让大家想一下。真的是的，如说的拉嘎里斯达嘎。哎，快点，哎，快点了，讲话一下。他真的是啊，不是我们乱来的，是真的。对了，我们一定要消费他，因为等一下姜母鸭要靠他。等一下他台词讲一下，大家就相信他了，快点。就让我鬼魂般的灵魂来带路吧，这一曲预备起。要有气势哦。丢了。哎，还有这么意思，还有自己意思。不好意思，刚刚 N 区啦，哎呦 ，N 区。我没有用过麦克风。哎，他要用丹田了，请大家手机关静音。哎，好了，开始了。啊，给你。啊，你不是说哦？啊，是内功舞动。哎，很弱，他今天很弱。哎，没有气势。哎，你这样害我没有信用度。真的，他真的是，真的是他了。你不要在台上喝酒了，魏导演在想象。哎，魏导，你花7亿请他来拍哦。你讲笑话了。
各位大家好，我是在雷哥巴莱的演员，我是刘忠厚，叫流泪战士。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认识很久了这样子，然后啊，他拍完这个片以后就自以为自己很有名。哎，鸡翅面，老板算我的。老板说你是谁啊？好啦，开玩笑，不要生气。开玩笑了，不要生气了。钟厚，我们再给钟厚掌声鼓励好不好？他叫Dana。等一下他会留我们到12点，因为他要找我们报仇。请注意他的包包里面装的是刀，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开玩笑，只能在背后。好了，开玩笑的，这真的是，那个演员呐，演员。你们去看重播吗？你们去看重播吗？真的是他，他只是今天没有画那个粉底，没有那个叫什么，老人家那个拿线压的牙齿纹面这样，碗面这样。好了，我在讲哪里啊？下一首歌了，挽脸了。挽脸独立啊，独立了。这首歌是又是我了，我这个人很多愁善感。这首歌写给我的部落，我的部落在台11线，一直走，走到台11线，还没有到尽头，有一个地方叫做东河，对不对？东河再过去有一个小马，小马再过去就是都历，我就是住在那个都历，都市的都，历史的历，历史的历，这样。那这首歌是献给都历的人，它就叫做都历，这首歌名就很简单，叫都历。我唱国语的好了，因为我唱母语你们可能也是不懂得乱摇摆，但是有 feel 了。这个时候有海浪声，想象一下。因为经费不够，所以只能用嘴巴。一个石头的声音，石头。够了。想象一下，你现在在海边，而且你是蝶式25公尺的姿势，然后被水母咬到，哎呀！在那美丽的东海岸有一个部落，依靠美丽的太平洋海岸山脉在渗透，它叫独立。还没有丰年祭，不要乱叫。住在那里的阿美族，他们热情又活泼，一切都是假的，生活过得自由自在，渔猎是他们传统，它叫独立。我生在这里，我有小花，现在长成换你。叫林黛玉。独
下面后面组了吗？哦呀，一起唱好不好？这首歌叫《独立》，欢迎大家有空来我们部落。我常常去。哎，他讲这句话我很难接话。目前1-0啊。哦，好了，接下来，赶快接下一首，因为很冷现在。好。哎，高了这首歌。高了这个。好高哦。好高。我想问一下，现在时间是几点？你们要唱到跨年吗？要吗？可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休息呢。哎，工作人员，你们要休息吗？不要。好，不要这样哦。好，发哥不在了，那我们今天唱到11点59分。好了，浩伟，我们唱到11点就走了，好不好？姜母鸭要关店了呢。好，先不要管时间的问题，因为时间总是1分1秒的流逝，我们要把握当下，好不好？好。这首歌，也是我小弟弟不才的创作曲。一个女孩她在等待那个她心爱的男生跟她告白，但是呢，相同的。他喜欢那个男生，也是在期待那个女生能够，一直希望他能够接受他，可是又怕被打枪这样。结果呢，一个女生在等待啊，一个男生在期待，等待与期待之间就错过了他们的姻缘。我讲他们真实故事，这个女生后来考上了美国的托福，要去美国的时候。这个男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第2航厦的桃园机场的时候，只有1个航厦的时候，就第1航厦嘛，就要送机，就拿了2张日历有没有？日历，背面写满很多，用铅笔写的字。他说某某某，我打从国小就怎样写都，他最后就写，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希望在你离开之前，能够给我一个决定，我希望。你能够因为我而留下来，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这样。哇！然后这个女生就像韩剧一样的结局，很不夸张的，就是流下眼泪来，因为我就在旁边，因为我是陪那个学弟去告白的。因为我那个学弟他的工作不是很好的，也不是说不好啦，就是他是青春鼓手，就是钉板模的，咚咚咚咚这样，有天赋，所以是也不是，好不好就好了，模板工，然后结果呢那个女生就一直哭，我们就吓一跳，哎呦，这样写的不好吗？还是你写错字，你有骂脏话这样？也不是呢，最后那女生就跟他讲一句话，那个男生也是至今耿耿于怀了，那女生就说。你知道吗？等你这句话等很久了，这样。结果这个女生最后还是离开了，然后这个男生就一个人这样留在台湾了。当天晚上我们就编了这首歌曲，本来要编得很悲哀，跟月亮的如云一样，要编得很悲哀，可是无奈那一天的精神性饮料使人太振奋了，
所以编的越编，哎，越快乐，实在是不好意思他。后来这个男生跟女生都不错啦，各有各的美好的归宿。女生跟这个阿多啊，在一起人还没结婚，但是他们很快乐。那男生结婚了，对，然后有2甲地，他的2甲地刚好被我后面的浪掉了。我铺了这么久的梗，就是为了等这一句。没有啦，等一下啦，没有啦，你不要紧张好不好？叫我们怎么可以拖到12点？对了，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了。这首歌的故事就是讲那个真实的故事。然后那个男的叫尹盖，女生叫巴奈这样。我不好意思讲他的汉名这样，不然讲的话你们要 Google 一大堆。我为什么一定要讲他的母语名字？因为巴奈一大堆人叫巴奈啊，40万12个人对。然后应该也是很多这样，所以你们查不到。所以为了保有当事人的隐私权，对。然后好，就创作了这首歌，叫做《等待与期待》。谢谢。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一直期待向她表白，只是她还在心里口难开。我勇敢走向前，不要害怕受伤害，再靠近一点点，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现在有一个女孩，她叫巴奈，她等待她心目中的男孩，一直等待，她很明白，明白她渴望拥有一份真爱。你身上完满身上有一个男孩，他叫应该，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期待向他表白，只是他还在心里口难开。勇敢走向前，不要害怕受伤害，再靠近一点点，好的，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收了手上滑，哎呦，给他拍手啊！最厉害的是，请看他的表情，哇塞，他已经生孩子了啊！一起来，哟，一起嘿，再一次好不好？哟，麦克风。
也非常喜欢把奶，只是因为2个字突然害羞，他不敢说出来。阿上哦，就跟你讲，早一点跟他告白嘛。你看到现在他出国长大出来，生出来孩子也不是你的，哈哈，活该。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爱要趁早。还在听什么歌？赶快跟你喜欢的人告白，不然他会跟你说拜拜。如果你还有暧昧不明的人，赶快跟他告白，不然世界末日快到了，没有机会了。谢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因为这首歌我们曾经参加今年度的新北市政府原 band 大赏的参赛曲呢，刚好不小心这首歌拿到第2名这样，然后不小心了，因为钱花光了那种，没有，就是这首歌后来，团长你介绍一下后来怎么样了？最近？最近各位可能可以在那个 KTV 的通路上点播到这首歌曲。对。可是 MV 不是我们哦。但是 MV 不是我们拍的哦。我们本来想要找陈妍希啦，但是哎呀很难敲到他的通告度。他把我们经费花光，为了请陈妍希。陈妍希说，世界末日之后好不好？哎，没有啦，真的很感谢了，因为1个月后把1月底还是2月初了。keyboard 没有声音。1月底还是2月初的，是我们这首歌可能会在好乐迪或钱柜之类会点播这样。然后，奎哥，哎呦，你的高粱特别。山上的卡拉 OK 会有吗？山上的卡拉 OK 可能要等3年。对。那各位也可以上 KKBOX。我怕我妈妈想点。那个 KKBOX 有没有 ？KKBOX。也可以那个你可以点我们的歌。那个等待与期待，还有等一下还有一首歌还没有唱到，叫阿米斯 rapper 这样。那个就是等待与期待有上了，那大家可以去那边。所以下次我们练团要练这首歌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去那 KTV 练歌就好了，这样。只有练主唱的部分，其他的乐手是练手腕的部分。好了，开玩笑的啦。怎么样呢，杰伦大哥？想念你的。好了，这首歌不在我们范围之内。对，接下来是什么歌？看一下电脑好不好 ？Computer。哎呦 ，COM 后面不会拼了。Miss Rap。Hi。太迟了。All right， 老外 Yo。这首歌，唱这首歌之前。好了，我先解释一下，也是纯母语的阿美族的，很讨厌的都是阿美族，请忍耐一下，等一下会唱台语了，但是是同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叫 I Miss Rap， 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我都在部落长大，我快经过了30年的岁月，没错，我30岁了，可是我居然不会讲我爸爸妈妈常常讲的语言这样子。我相信很多人，包括在地的青年们，可能都有那种窘境的，或者是一个困境这样。其实，我很希望哪一天我们的歌，这些古调啊，能够结合一些不一样的元素，让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的歌也可以很刘德华，我们的歌也可以很蔡依林这样，让大家被传唱、被认识、被传唱。这是我们这个乐团其中一个想要做的事情，这样。然后看似很严肃，可是我们常常稀里哗啦乱搞这样。看主唱的个性就知道了，很随意，对。然后我们这首歌啊，主要的意思是说，他会唱很快，可能我爸爸妈妈也听不懂。可是我要讲这首歌是，主要是，我有去做填调嘛，然后有一个老人家他们做叮咛曲，阿美族。的叮咛曲很难的歌曲，它会一直转音转下去，转上去，转下去这样子。然后
就是他主要是叮咛年轻人不要忘记自己是谁这样子。然后这首歌主要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你们很会唱国语歌，很会唱刘德华的歌，也很会唱英文歌。既然你们会唱英文歌，为什么不会唱罗马拼音的阿美族语歌这样子？因为我们也许没有文字，可是我们现在有罗马族语这样。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原住民族语能够用罗马族语检定，跟英语检定一样平行的话，那该有多好！这样当然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了。重点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自己族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这样很珍贵。因为再过几年，可能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原住民？是啊，哪一组？阿美族？你会讲你们的话吗？不会啊。那怎么办？那是一个很尴尬的时候。起码你还是要听得懂脏话吧，对吧？没有啦，就是这首歌就是当你知道你很会流行的歌的时候，我就用流行的方式唱给你听，古调也可以很流行，所以我就用这首歌叫做《阿美斯拉本》，谢谢。很可惜今天给都没有准备那个古调，然后。我爸妈也不好意思唱，所以我刚有拜托他们，可是他们不好意思，所以就饶了他们一马吧。那我就只好唱后面。嘿呀呼哈呀嘿呀呼啊呀嘿那么。Matengilai tu namaku tu suanu namo Sai jalan aku ni turku suanu namo hawe Hey uhayan hiya uhayan Matengilai dunu maku usuanu namu Mafana ay kabuto suanamu usuanamu Takuanan anu masarak matayan sungilang kuterma Ilahi ku kimaranamu Agak nawaran kulit no amis Agak saran sokku haratan dakuanan Sai jalan aku ni turku suanu namu Sai kasih wara kita tulitan no amis Agak tawaran kulitan akhirman Agak tawaran kulitan kaya marara Hey oh Makinina tunumamo, kusuano namo, mafana kamo tusuanamo, kusuanamo, takuana, manungo sa ground, matayana, sumilang kulimang, ila ko kimalamo, hakatawa ng kulit no ames, hakasalong sumuharap ng takuana, sa insilan na kulit tuwang suwasan mo namo, nakikagaw na saring kakakaw, uulibita, takanin ni maharap ng kukula na nawitan ako, yanulang ko sa kutulungan ni alam ko, maharap ng kukula ng nawitan ako, anong sa tatiya o tulong ko pinika, maharap ng kukululin ng asuan ako, tingin anong najituso ay nanahal ng iso, sa mga amin sani pagkapala ko niya. Usay kasi wala kita tuloy no alis, nakatawanan tuloy ng akamaw, nakatawanan tuloy na nararay, iya o uwahayan,
ai akahangoto Turun ko ke rumah hari tengah好，这已经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了。开玩笑的。好了好了。其实今天本来有长辈想要来唱歌这样，那可以吗？可以。妈，你可以上台唱首歌吗？妈妈，老万妈妈你在哪里？挥手一下，老万妈妈。春心。哎，我妈妈叫春心。妈，你上台唱一首歌嘛？我们掌声欢迎老万的妈妈，好不好？她为大家带来消失已久的歌曲，回味一下。哎呦，太完美了这首歌。好了。可以了，好。刚刚得到最新的情报，妈妈先去研究资料了。对，好 ，OK， 好。你讲话啊？你不是说卢凯的姑娘？啊，你不是说要那个？好了，我们等一下唱完接下来这一首歌，可以先休息再一次吗？可以吗？因为如果不休息，我们没办法唱到跨年。为大家带来这首，可能大家有听过了。这首歌是我们的好朋友拉法高他所做的歌曲，叫做《卢凯的姑娘》。好，谢谢。哎，那我现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因为我第一次尝试笔底，如果吹得不好，请大家见谅这样子。好，为大家带来卢凯的姑娘，谢谢。加油！恰。
羞涩的模样，如开的姑娘，如开的姑娘，如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如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老王。喜欢看着你佩戴白头发，在舞圈里跳舞，如开的姑娘，如开的姑娘。喜欢看着秋千摆荡后你羞涩的模样，如开的姑娘，如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传统的舞。喜欢看着你佩戴百合花，在舞圈里跳舞，如开的姑娘，如开的姑娘。喜欢看着秋千摆荡后你羞涩的模样，如开的姑娘，全台湾的姑娘。哎呦，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吗？可以吗？如果你们愿意留着，我们真的很开心；如果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衷心祝福你们。10分钟后见，谢谢大家。